南市政府甲连锁福利中心做伙办活动，为产地特产杀肉鱼，要甲台南杀肉鱼的美味推广，互大家拢知影。 若讲到杀肉鱼，民众通常拢会想到煎的、烘的，或者是煮汤。毋过透过金牌总铺晒料理，除了会保持日本风味，阁有真像碗粿口感。台南市府和连锁福利中心合作，每下在地渔民台南市渔会对7月初8推出优惠，估算今年会当创下2亿5千万的销售目标。因为现今的时代，大家不喜欢吃多次的这种料理。 所以呢，我们也有许多无刺的虱目鱼肚或者虱目鱼排能够做好。你撩起来煎吼，伊个起足大机也袂去见着，伊个肉子呢多掺咱的猪肉色，共一丝，无输吐露。透过产地上青直送的模式，唔但会当创造渔民和消费者双赢，嘛会当推广更加侪 No.1 的台南鱼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